势在必行，你又何苦逆天而行？带上来。定国，死刑！夫人，娘。李定国，只要你交出朱由榔，本王立刻将你的妻子和孩子毫发无损地送到你身边，还要上书大清皇帝，封你为王。李定国，你不会这么绝情吧？你们可是结发夫妻。别忘了，还有你刚刚出世的女儿呢。慈禧，快走！爹，可是，走啊！夫人，我李定国欠你的，来生一定相还。杀了你结发20年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！慈禧，要么你现在就一枪刺死我这个爹，要么就赶快走！父亲，儿子不敢弑父，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我爹。